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讲到公司、西公甲司仪，拢是同一字，也毋过大家拢有惯势读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先来看到这读做诗，诗意诗第一条。读诗这是读背音，诗就是会写公司组织的意思。像咱讲公司、官司、顶司、百货公司。另外一个背音读做师，师就是对某一个职业的尊称，像咱讲师公就是导师。若师公写的符啊，咱讲是师公符；这段或者是师公的厝，咱讲是师公段。另外这里读文音读做书，亲像书法、书令、书仪、书记，拢是读书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顶司，这个意思就是管理者、顶级、顶面的人。第二个词是一句俗谚语，读做师公啊上杯。字面的意思是讲一个师公，一个上杯，意思是讲两个好朋友或者是关系真好的人斗打甲把把把。嘛会当讲是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顶司管理师，低头管本机。阿明甲阿中一个班长，一个副班长，两个人师公啊上杯。老师叫因去扫涂骹，因阁随命令其他的同学去扫，有影是骹大马屎饭官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读做诗甲师，这是背音，文音读做书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